哇，你去顺能转啊咯？啊，你伫对啊，嘛是伫暗疏疏的所在吗？对啊。哦，伊我学着啊。光爍爍的所在是安全的，像大哥你的OK。暗疏疏的所在都是危险的所在。对，上危险的所在。查啦，惊查啦，上惊是查啦啦，啊，这内底是好啦。哦。后来会开半年啊，会开去嘛。查啦内是拢无去。 7个月希望拢无伊啦。我感觉真正，若是我嘛是靠。我旧年吼，我去遐装迄隐藏式的摄影机店。你有去装了？我有装。啊，结果？我倒去食一个中昼来，家己扣去啦。中昼？嘿，食中昼了。你是的代志。你是嘿。这款的代志，哪会伫咧台湾会发生？对吧？上起码。 有法度咱社会还是企业，什么机关，你至少装个电灯，装一个电火，对无？我感觉这是做会到的代志。你值啊，你几岁啊？对无？你要搁收就是会当搁收几档哈，对无？啊，人生的下半场，敢要过到这艰苦。一年四季都要种东西，对啊，然后一年四季都要一下子担心这个，一下子担心那个。我真正感觉哦，其实这个代志嘛讲足久啊，但是为什么拢一直无法度解决？这是问题的所在。